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早晨。今日咧係將臨期嘅啱開始，亦都係咧我哋美國感恩節嘅結束。頭先我喺祈禱度講，當然啦，呢個星期香港發生嘅事係令到我哋大家都係有好多嘅問題，亦都係有好多嘅焦慮，甚至失望，亦都係傷心。喺呢個哀悼嘅時刻咧，我想喺我哋講道以先咧，上個禮拜透過一個嘅WhatsApp group 咧，就梁金華牧師咧就將佢嘅禱文俾咗大家。我唔知大家有冇見過，我就將呢個禱文咧將佢即係濃縮咗兩段，睇唔睇到啊？睇到係嘛？就讓我哋能夠咧喺我哋今日嘅講道以先咧，用禱文開始好嘛嚇？當經過呢件事嘅呢幾日嘅都係瞓覺都瞓得係有啲心緒不寧，因為特別想3、4點就睇下究竟火場嘅情況係點樣啊咁。亦都係有一段嘅聖經提醒我，就係哥林多後書第1章第3、4節嗰度話到，上帝係發慈悲嘅父，賜各樣安慰嘅神。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安慰我們，使我們能用神所賜嘅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樣患難的人。我深信我哋中間都有經歷過逆境，當然唔係好似今次咁 drastic 嚇，但係咧就讓我哋呢一個嘅心腸，我哋曾經被安慰，因為我哋經歷過患難嘅，我哋又去安慰、去照顧，亦都去支援今日需要嘅事，好嘛？嗱，我想同大家一齊咧去讀呢一段嘅經文，好嘛？呢個禱文 sorry 嚇，大家可以一齊我哋讀禱就當結束，好冇？預備起。慈愛並大能的天上父親，求你以憐憫為念，你知道我們心靈的哀痛，我們實在無能為力，但因你愛子耶穌基督捨犧牲的愛，我們願意學習擁抱受災的家庭，與他們同行，盼望他們能從眾多友善的心中感受到友情天地。求你不要使他們落在孤單中，由你使他們的呼喊得到各界人士的聆聽，讓我們與他們攜手同走這條不容易和漫長的路，重建家園，重建心靈。慈愛並大能的天上父親，求你鼓動我們去展現你的大愛。你教導我們要作在小子身上，也就是作在你的身上。故此，我們懇求你加給我們力量，去愛鄰舍如同自己，沒有旁觀者，都是參與支援者。我們的愛不只在言語和舌頭上，也在行為和誠實上。現在我們無語，為怕你的人心說話。奉主名求，好，今日係將臨期嘅開始啦。咁我喺度思想究竟有咩嘅經文適合呢？咁我就諗起出埃及嘅呢段嘅經文嚇。上個星期呢，其實係總會嘅按立禮啊，呢度中間應該冇人喺度係咪？咁我喺度，咁就發覺有5位嘅傳道、2位嘅牧師、1位嘅長老按立，全部都係女士，全部都係姊妹，所以咧就真係我同隔離嗰位牧者，男嘅牧者講，哇真係男嘅好似衰微啲喎。女嘅就好興旺喎。咁我諗咧就所以呢度姊妹咧，大家即係起來，我哋今日都係講姊妹，咁我就想用呢個故事咧講下5位姊妹巾幗英雄如何保存一個好重要嘅生命摩西能夠成長。其實係好熟悉嘅經文，不過咧想同大家咧能夠係好快嘅 go through 一次，又究竟呢一段嘅經文同埋我哋今日將臨期主耶穌基督誕降又有啲咩嘅關係咧？咁我哋嘗試下將佢拉埋一齊，好嘛？嗱，頭先我哋已經係讀咗一啲嘅經文啦，我想講少少背景嚇，主有學上身嚇。嗱，其實咧喺第8節之前咧就係背景啦。一章嘅出埃及記第1章咧係講到咧當時候以色列人，大家可能記得約瑟係咪啊？記唔記得啊？約瑟因為咧係被賣去咗埃及，但係結果佢因為異象嘅緣故咧係升到做宰相，係咪？咁然後咧就7年嘅呢個豐年，7年嘅荒年，以至到咧雅各同埋佢其他嘅仔女咧就要落到去埃及，因為冇嘢食啊。
係咪？就喺嗰度咧同約瑟相認。出埃及記嘅第一章其實開始就係講嗰個代嘅人咧已經死了，嗰代嘅人 settle 咗喺埃及，佢哋移民咗去埃及。1章6節話：約瑟和他所有的兄弟以及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但係咧跟住一陣睇到就係乜？佢哋係喺嗰度咧係生養眾多，遍滿埃及。我勸住一個詞叫 EBI， 你知唔知咩叫 EBI？ 唔係 FBI 啊，冇搞錯嚇。EBI 咧即係 Egypt born Israelites， 即係喺埃及出生嘅以色列人嚇。好多好多嘅以色列人就喺嗰度咧係成長嚇。一陣我哋講數一數有幾多日啊？你估下？咁其實咧呢一個嘅應許咧，大家如果睇緊上面經文見到咧，就創世記講過2次。第一次就係喺創造男女嘅時候，佢話咩？神照著佢形象做人，有男有女，神賜福俾佢哋，同佢哋講要生養眾多，遍滿全地。但係另外一個咧，其實係喺挪亞嘅年代，當挪亞呢一個嘅水災過後之後咧，佢話佢要賜福俾挪亞同佢兒子，對佢哋説：你哋要生養眾多，遍滿這地。呢個字眼正正就係出埃及記第1章嗰個嘅字眼。OK， 所以好得意，我寫咗在異邦彰顯祝福。有時候我哋會覺得啊，究竟上帝話要我哋遍滿全地係點嘅咧？我哋都可能估唔到，原來佢哋喺埃及遍滿全地。呢個係上帝第一個好特別嘅應許，喺異邦中，喺一個唔同嘅地方，然後彰顯到上帝俾佢哋嘅應許。嗱，呢一個咧就係個背景，但係咧嗰代人已經死咗啦，嗰代人已經死咗啦。跟住落嚟嗰章嘅頭先大家一齊開始讀嘅就係咩？第1章第8到第12節，一開始話有一位不認識約瑟嘅新王就興起。經過咗好幾代之後，好多人，大家知唔知道？俾你哋估下，由約瑟嘅離世，以至到摩西嘅出世，大概有幾多年代？你知唔知啊？大概有300年嘅時間度。OK，呢300年有好幾代嚇。如果大家睇出埃及記12章咧，你就睇到好多嘅字數字嘅啦，就包括咗咧佢哋總共以色列人喺呢個埃及咧430年嚇，60萬嘅男丁係出埃及，所以你諗下啲數字好龐大。呢一個唔認識即係約瑟嘅新王，其實唔認識約瑟，嚴格嚟講，佢唔認識耶和華。呢個王唔識當日嘅上帝，佢就話：喂，以色列人多過我哋，我哋係咪應該要機巧地待佢哋咧？即係稍為去 manage 下佢哋咧。咁佢 manage 好簡單，原來咧就俾佢做苦工，勞役苦待。但係越苦待，嗰度聖經話佢越發增多，更加繁衍擴散，即係喺唔同嘅地方都能夠係彰顯到佢哋嘅影響。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受煩，受煩嗰個意思其實應該係極其懼怕。所以其實喺呢度背後咧係一個字 fear， 驚到究竟我個皇位有冇影響到嘅咧？呢啲以色列人如果反我嘅時候，會唔會令到大亂咧？政局會唔會唔穩定咧？其實同我哋今日見到嘅世界咧都有啲相似。一個唔認識約瑟嘅新王興起，你有冇一個唔認識你新耶和華嘅老闆興起？有冇一個喺你身邊突然間有個人出現，而嗰個人咧對你唔係幾好嘅，唔尊重你嗰個信仰，唔認識你嘅老闆、同事、其他人興起？其實常常都會嘅，係咪？我咁多年做嘢咧，我諗都未，我好似未試過有一個基督徒嘅老闆，冇啊嚇！我而家嘅老闆係佛教徒嚟嘅嚇，所以我相信我哋喺呢一個嘅地方繼續嘅去拼詞嘅時候咧，我哋身邊有好多嘅人咧，其實唔信嘅嚇，而佢哋會唔會覺得啊？我哋嘅信仰俾佢另外一個壓力啊、恐懼啊等等咧咁嚇，盡在不言中嚇。我記得有一次咧，我有個同事離世咧，因為佢喺在職嘅地方離世，我主席話幫佢打堂齋啦咁，我話好咁，但係聽下，
周身唔聚財，覺得唔係好對路喎咁。結果咧就打完齋之後，我就揾咗某位你都識嘅牧師，喂，不如我哋喺嗰度同佢祈禱啦咁。咁結果就話好似滿天神佛咁啊，係咪？但係咧，我諗究竟我哋點樣去即係喺嗰個位置上邊，就好似呢一班以色列人，佢點樣哀求嘅呼聲，以至到最後去到上帝嘅義中。呢一份嘅信仰嘅堅持喺一個異地 ，OK， 遍滿全地呢一個應許有啦。不過咧，被苦待係一個唔認識你信仰嘅地方，我哋如何堅持我哋嘅信仰咧？呢個都係一個值得我哋去思考嘅地方。好啦，落去咯喎，應該係呢個方向。咁我哋咧就喺呢個背景底下咧，呢個法老咧就覺得要做啲嘢啦。因為咧苦待都唔得，苦待繼續生。其實通常都係嘅，香港就啱調轉嚇。通常我哋而家咧就越唔明朗嘅時候咧，個生育率咧係降低。當時候唔係啊，越苦待得多嘅時候咧就越生得多，所以越嚟越多人。咁就出現咗第一個故事，頭先大家讀過，呢兩個名大家唔熟悉嘅，叫施弗拉同埋普俄。段聖經係咁講，佢話嗰兩個係收生婆、接生婆，或者我哋今日咧用我哋嘅字眼叫好似助產士咁啊。有冇聽過助產士？大家都係醫院出世啊！一陣我解釋少少。呢個埃及王就同佢哋兩個講：你哋接生，如果係男嘅殺咗佢，係女嘅就俾佢存活。不過接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嘅吩咐去做。嗰個字嘅翻譯好啲係竟然讓男孩活着。嗱，其實真係唔係容易喎，係咪啊？個王仔嚟同你講，叫你咁做咁做咁做，但係佢敬畏上帝，敬畏個字都係 fear。嗱，其實牧師嗰個字咧，大家知唔知啊？我應該講過 reverend。我哋叫阿牧師何牧師叫做 Reverend Ho 咁啊。Reverend 呢個字咧，其實就係敬畏呢個字啊，所以對住牧師應該敬畏啲嘅嚇。接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吩咐去做，竟讓男孩活着。我睇到呢句説話嘅時候，我覺得我 highlight 咗一句説話，佢係勇敢去做敬畏神嘅事。敬畏神係有個動作嘅，我覺得。敬畏神唔係就咁話我好敬畏神啊，我好驚上帝咁。敬畏神係有個動作嘅，而呢個動作就係竟讓男孩活着嘅動作。大家有冇諗過試過勇敢去作敬畏神嘅事咧？我曾經將呢個問題咧係問過一班年青人嘅，即係有一次好多年前，呢班年青人而家好大啦。我話你覺得有冇啲咩嘢你好勇敢㗎咁啊？最多人竟然講話鬧阿 Sir 啦咁啊！原來鬧阿 Sir 好勇敢，我又唔知。究竟乜嘢係今日你覺得你會好勇敢去做，而你去 demonstrate 表達到你敬畏上帝咧？要有份勇氣喎，係咩咧？勇敢去作敬畏神嘅事。嗱，再落去咧，埃及王知道啦，以為點解繼續咁多男孩出嚟嘅，好多生咗出嚟。就捉咗佢兩個問，其實都幾大壓力嘅，係咪？就話喂，你做咩啊？點解啲男繼續喺度嘅？當然佢講咗一個幾有趣嘅大話啦，我相信係咪啊？即係話咧，啲希伯來婦人咧一出世咧，個仔嘭一聲彈出嚟，跟住就走咗，根本就唔使我喺度咧，就已經搞掂啦。咁呢個當然好明顯係一個嘅即係藉口啦。但係咧，埃及王又好似冇佢符，冇出聲喎，係咪？咁繼續咧，一陣我就先見到咧，法老有另外一招去對付以色列人嚇。跟住嗰度話神恩待接生婆，以色列增多起來，極其強盛。接生婆因為敬畏神，神就叫他們成立家室。我對接生婆對助產士呢樣嘢，我略有認識嘅嚇。我太太嘅姑媽啊，如果係即係翻得耐嗰啲，可能歐陣都未必識嘅。佢叫做萬色魚，咁咧就係即係姑媽啦嚇。咁佢係一個嘅護士，後嚟咧就做咗係即係接生，即係助產士啦。咁應該係就係喺福華街咧係有個地方係做接生嘅嚇。阿 Joyce 都應該係佢接生嘅嚇。咁我好記得有一句佢講過啲説話。佢話我唔講邊個牧師啊。佢話好出名嘅個牧師。邊個牧師啊？個2、3個仔啊，都係我接㗎。佢話
咁我話係啊，哇牧師個仔喎，所以哇我隻手都洗乾淨啲，make sure 接得好好地啊。佢話如果唔係唔掂啊咁樣。我諗佢都好敬畏牧師嚇，即係咧做好佢本分啊。我想講咧就係佢都係一個咧係家庭有好多嘅變亂啦，先生好早死啦，個仔就去咗美國讀書，自己一個咁嚇。一個即係女士係就咁成長嚇，結果咧就做咗呢一個咁嘅職業。最好笑佢個工人其實係工人嚟嘅，就好多人都叫佢做護士嘅嚇，姓江嘅咁。咁你發覺咧，就原來呢個行業咧喺香港都有嘅嚇。我睇翻呢段經文嘅時候，我就諗下，即係一個敬畏神嘅職業，當我哋面對一啲嘅挑戰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勇敢作敬畏神嘅事，而唔係敬畏人嘅事咧？咁呢個係第一個保存生命嘅一個嘅兩個巾幗英雄。好啦，我哋去到下邊啊。呢度多啲啦，呢個正式係主場啦。第二章呢段嘅經文其實係講緊咩咧？大家都係好熟悉嘅，一個轅門正宗利未人娶利未女子為妻，個女人懷孕生咗個仔，見到佢俊美，留意呢個字俊美嚇，就把佢藏咗3個月，但係唔得啦，太大隻啦，係咪啊？唔可以再匿埋啦。咁點咧？就取咗一個蒲草箱，抹下柏油樹枝，將孩子放喺嗰度，把箱子擱在尼羅河邊嘅蘆葦中。孩子嘅姐姐就喺遠遠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會點樣。嗱，我 highlight 呢度有兩樣嘢，綠色嘅咧就係2個嘅女子，一個係孩子個媽媽，一個孩子嘅姐姐。OK， 去到3個月唔能夠再隱瞞啦，唯有 let go， 擺佢做喺一個箱入邊咧。擺咗佢喺尼羅河畔，希望有人收養佢啦，係咪啊？嗰2個字喺舊約係經常出現嘅。見他俊美嗰個俊美嗰個字咧，其實就係我哋常常喺舊約創造嘅時候見到。耶和華看見這是好的，這是第4天，明唔明啊 ？This is good 嚇，呢個字咧就係俊美嗰個字。另外嗰個字咧，個雙字更加特別啦。就同方舟嗰字咧係一樣，所以咧其實出埃及記呢度去講到即係保護呢個摩西嘅出世嘅時候咧，其實母親係看為好的，一個美好嘅創造，就好似耶和華喺創世記第1章所講嘅。同樣道理咧，呢一個箱就好似方舟咁，叫晒佢哋入去，希望佢哋保護佢哋，保存佢哋嘅生命一樣。不過咧，冇得控制，我哋唔知道之後係點樣。好啦，做咗2樣嘢，呢個孩子嘅姐姐望住，即係所謂真係咪及住睇下究竟有冇啲咩發展啦咁。果然有啲嘢發展。第3個女士出現，法老個女好重要，係咪？佢喺河邊洗澡，啲女僕們行來行去，見到一個箱，個箱字出現咗好多次嘅，係咪？就派一個侍女把她帶來。佢打開咗個箱，見到係孩子，就可憐佢。佢話：這是希伯來人的一個孩子。孩子嘅姐姐對法老嘅女兒說：我去叫一個希伯來婦人來作奶媽，替他乳養這孩子，好嗎？法老的女兒說：去吧。大家記唔記得個 message 啊？個 message 就係見到個箱，帶佢睇，一睇，哇，好靚仔啊 ！This is good， 俊美嘅嚇。咁佢其實諗緊，佢係可憐佢，即係佢有慈心。可憐嘅意思咧，其實係個腸喐啊，嚇，即係我動咗一個慈心嚇。佢話：這是希伯來人的一個孩子。佢講得呢句説話嘅意思，唔單咗慈心啊，而係知道咩？喂，呢個其實要殺嘅喎，係咪？我諗佢都應該知嘅嚇。公告天下，呢個要殺嘅喎。咁點好咧？就喺呢個時候啦，孩子嘅姐姐對法老講：佢話。佢就係喺河邊望住嘛。佢話：不如我揾個希伯來婦人做奶媽，就幫你乳養這孩子，好唔好？即係當係你個仔咪得咯咁樣。嗰個希伯來媽媽係邊個？咪就係佢阿媽咯，係咪？咁我話去吧。嗱，我對於法老女兒嗰個嘅動作咧，我哋都覺得係好似頭先收生婆一樣嘅。
佢又係見到一個 situation， 佢憐憫佢，而憐憫唔係停咗喺憐憫。頭先我哋嘅禱文都係話，憐憫唔係企咗喺度，我哋要作在人身上。憐憫係有勇氣，佢要同佢個法老、佢個阿哥要交代嘅。喂，點解你唔殺佢？嚇，應該係殺嘅。這是希伯來人的一個孩子。最後佢 OK，我就 keep 住佢行動。所以係一個有憐憫而有帶嚟勇氣，亦都有帶嚟行動嘅一件事，得唔得？嗱，呢個就係即係仲有嗱，我想講，我唔單止見到係一個女子，我仲見到另外一個女子叫一個使女。呢個使女係把他拿來，即係我相信中間有好多接頭好多嘢咧，都係呢個使女係幫忙去做嘅。所以咧，成件事摩西嘅出世好大件事啊，係咪？好無助啊，喺一個好逆境嘅情況底下，但係有1、2、3、4、5個嘅女子係圍住佢，無論係因為憐憫，因為係敬畏神，嚟到保存到摩西嘅生命。最後第10節話：孩子長大了，婦人把他帶到法老的女兒那裏，就作了他的兒子。他給孩子起名叫摩西，說：因我把他從水裏拉出來。OK， 拉出來呢個字咧就係 deliver 啊嗱，所以摩西咧佢一方面係被 deliver 係咪啊？被拯救。第二方面，佢之後嘅使命係咩啊？佢去拯救以色列人啊！佢係 deliverer， 佢亦都係 being delivered 啊！我澄清 deliveroo 冇呢個字嘅嚇，即係呢個字唔係希伯來文嚟嘅嚇，呢個字應該係新字嚟嘅，呢個係純粹係食嘢嘅啫嚇。嗱，我哋就喺一個咁樣嘅經文結束，所以唔使驚，好似10幾20節經文啦，好讀完啦，我哋已經嚇。嗱，究竟呢段經文有啲乜嘢嘅提醒俾我哋咧？頭先我講最後一個字就係話摩西嘅意思就係喺水中救出嚟 ，save deliver。其實成段嘅經文咧都係講緊拯救大行動，係咪啊？無論係嗰兩個收生婆，佢哋要拯救男孩，抑或係去到最 specific 第2章要拯救摩西，其實成個都係講 save。係講緊 deliver。喺呢一個咁嘅情況底下，我哋睇下究竟有啲咩拯救者嘅素質喺度咧 ？Saving characters 嚇。嗱，頭先我哋講過啦，其實你應該知道嘅，要睇出埃及記。如果你讀主日學，你就知嘅啦。出埃及記嘅摩西嘅媽媽咧叫做約基別啊 ，Jochebed 嚇。摩西個家姐咧就叫做米利暗，你應該聽過嘅呢啲名啊，大概嚇。法老個女兒個名冇出現過，有名嘅你自己可以查下，但係聖經冇真係出現佢嘅名。仲有一個唔知嘅女僕，我話有其實1、2、3、4、5、6個人添啊，因為2個收生婆啊嘛，係咪？嗱，佢哋有冇啲咁嘅素質係有啲似嘅咧？咁頭先我講過啦，佢哋畏懼神多過畏懼人。OK， 當然第2點係信心嘅功課。大家睇希伯來書11章23節嗰度咩啊？佢話因着信把他藏了3個月，並不怕王命。講緊係邊個啊？講緊係摩西個媽媽，係咪啊？摩西個媽媽因着信，相信上帝想保存生命，所以留佢3個月，不怕王命。跟住咧，但係佢係知道3個月啦，匿唔到啦，佢唯有就放手交託，將呢個保護就擺喺耶和華嘅手中啦。佢能夠做嘅係咩？做一個方舟，係咪啊？個箱係一個好結實嘅，應該係好能夠係。經過呢個水流咧，仍然係唔會穿窿，唔會浸死佢嘅。佢就能夠做一個方舟，但係佢要交託出去。而最後，我哋見到呢一班人中間係憐憫、勇氣、行動嘅一班巾幗英雄。我再講，憐憫唔係停留咗喺憐憫，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憐憫必定有行動，而嗰個行動可能係。你唔係好 comfortable 嘅，係一個有勇敢、有勇氣嘅行動嘅。嗱，呢個我哋見到係一啲大方向，我哋見到佢哋嘅素質。今日我唔知道你，當你喺身邊，你要做一個嘅支援，
你去做一個拯救，你去一個去同人去同行嘅時候，有冇一啲嘅素質？又或者你自己喺個職場工作嘅時候，有冇一啲嘅嘢你覺得你要考慮下呢？我哋今日活在一個我哋需要去將救贖嘅恩情話俾我哋身邊嘅人聽嘅時候，但係其實我哋懼怕神定懼怕人呢？我哋有冇呢個信心嘅功課？當我哋憐憫嘅時候，我哋流於淨係一陣奉獻，抑或我哋有我哋嘅行動，能夠我哋係活到呢個 out of comfort zone 啊！我哋係活踏出安舒區，有勇氣去做一啲嘅嘢，成就咗上帝嘅美意咧。嗱，頭先我都講咗幾次啦，第10節就係話咧，拉上來係咪？其實拉上來呢個字咧喺舊約另一個地方都出現過。大衛當佢打勝仗擊敗咗掃羅之後咧，有一篇大衛嘅凱歌記載咗喺撒母耳記下同埋詩篇第18章咧，都係講同一句。佢話：他從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係咪？大衛經歷咗好多嘢，但係佢最後話：上帝喺大水拉翻佢出嚟。OK， 其實我哋曾經同你講過約拿書係咪啊？約拿書都係嗰條吞拿魚吐翻佢出嚟，保存生命，都係一個喺水中救佢出嚟嘅意思。但係喺新約更加明顯，大家同我一齊讀1章20至21節啦嘛。馬太福音第1章20至21節，預備起。大衛的子孫約瑟，把你的妻子瑪利亞娶過來，因他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他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耶穌嘅意思就係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都係呢個字。希臘文嘅70士譯本喺舊約同呢個字係一樣，就係 deliver 出嚟。所以其實我哋呢一個嘅救贖行動唔係停留咗喺舊約，其實一路延伸到新約。更加有個更重要嘅人物就係主耶穌基督，佢嘅出生，呢句説話係對邊個講嘅？知唔知道？有冇人估到？記唔記得？約瑟啊嘛，即係佢阿爸，佢話要娶佢，佢話娶個新娘，不過新娘大肚嘅喎，咁啊好怪。咁點啊？佢話你唔好驚，因為佢嘅懷孕係從聖靈來嘅，跟住佢個名叫耶穌，佢要將自己嘅百姓喺罪惡中 deliver 出嚟。OK， 所以舊約去 deliver 摩西，以至摩西去 deliver 一班嘅以色列人出埃及，主耶穌基督係做緊相同嘅事。嗱，其實咧，我喺度睇呢兩個故事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好似嘅。大家熟唔熟悉新約嗰個故事？我曾經咧喺深崇咧講過一篇道，係叫做全城不安嘅平安。當耶穌出生嘅時候咧，馬太福音嗰度記載，希律見到話有三博士或者係博學之士嚟揾佢啊嘛，話我知道新生王誕生喺邊度啊咁。希律就心裏不安，全城嘅人都心裏不安。跟住呢個希律就話：不如你去揾佢啦，你揾到佢喺邊度，你話俾我聽，咁我就去朝拜佢啦。其實佢心梗係唔係呢樣嘢咧，有啲陰謀係咪啊？跟住呢3個博學之士去到見到主耶穌基督嘅誕降，但係得到主嘅指示話唔好翻去見希律，就從別嘅地方、別嘅路咧，就走翻佢嘅家鄉度啦。希律聽到呢幾個人走咗，唔話俾佢聽耶穌喺邊度咧，就大怒，跟住講乜嘢？差人將伯利恆城裏和四境所有嘅男孩，凡2歲以內的，都殺盡了。弟兄姊妹，呢個故事同你頭先讀嘅係冇得似啊！頭先嗰個就係話苦待，跟住就話咧，收生婆唔該你有啲咩嘢咧，殺咗佢啦。唔得，跟住點啊？將所有嘅男丁喺尼羅河掉咗落去，係咪？所以其實法老個動作同希律嘅動作好相似，係咪？所以舊約嘅大老闆同新約嘅大老闆
分別不大，佢哋都係做同一個動作，希望揾到嗰個對佢自己覺得有危機、有恐懼嘅人，佢要去殺害佢。摩西同耶穌都好似啊，摩西係本來係喺埃及出世，係咪？跟住佢要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耶穌基督好特別，出生伯利恆，係咪？但其實佢去咗埃及啊，因為希律要追殺佢，所以佢漏夜去咗埃及。到希律過身之後咧，佢就上翻去以色列，不過就唔翻耶路撒冷，去咗邊度？去咗拿撒勒嚇。所以耶穌係進埃及出埃及，摩西亦都係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有啲人講摩西嗰個係 first Exodus 第一個出埃及，耶穌係 second Exodus 第二個出埃及。我想講，我俾大家諗一諗。其實我哋見到呢啲故事咧，可能喺今日仲發生緊喎。雖然冇咁誇張，應該唔會話即刻2歲要殺晒，但係其實對信仰、對一啲嘢嘅壓迫仍然係發生緊。我想問大家幾個問題，特別係頭嗰2個。首先咧就係倍增嘅承諾，我哋點樣回應？嗱，即係當以色列人，但約瑟同埋佢雅各去到即係 settle 咗喺埃及嘅時候，嗰陣時有幾多人咧？佢嗰族人咧大概70人。結果咧加埋其他族離開埃及嘅時候係60萬男丁，未計女，未計孩子嚇。上帝嘅倍增嘅承諾喺異地彰顯出嚟。嗱，今日咧我即係對於教會亦都俾長崇一個挑戰啊！我諗我哋見到最近我同一啲嘅教會神學院傾開偈，究竟我哋嘅教會喺過往呢5-6年嘅人數係點咧？咁大家都話係啊，跌咗啦，跌咗啦。平均人數我諗係跌大概28%至30% 度。OK， 係好，有啲係當然更多，有啲可能少一啲咁。但係咧，我哋又見到咧，另一方面咧，似乎年輕人對於信仰嘅回應係多咗。神學院嘅收生咧。今年我同最近2位院長傾開偈咧，都係年輕咗。而最近一啲嘅即係獻身團契或者係一啲嘅週末，大家一啲嘅退休營咧，參與嘅人數係比起5年前更多。我相信大家開始都覺得要回應上帝嘅呼聲，如何繼續行？我也深信上帝話倍增嘅承諾，今日佢仍然想教會有增長。增長唔係數字嘅問題，而係有更多人相信住。我唔知對長崇點樣諗呢？究竟喺你哋嘅福音工作上邊，我哋有一個學校嘅禾場。我係地產人，大家都知咧。你後邊有好多樓起緊。究竟我哋點樣去把握呢個禾場，將生命能夠帶到去教會中間？呢個係對大家嘅挑戰。然而，耶和華對舊約生養眾多，遍滿全地，呢一個子民嘅應許，佢今日都係喺大使命提醒我哋，天上地下所有嘅權柄俾我哋有呢個能力去奉父子聖靈嘅名給他們施洗。所以呢個倍增嘅承諾唔單止留咗喺以色列，我深信今日對全球嘅信徒，對大家今日可能唔係好中意返教會，可能有啲人喺 YouTube 聽緊等等，我相信仍然有好多未得之民喺我哋嘅身邊，我哋都可以做啲功夫。第二點就係頭先我問咗好多次，其實咧我哋呢一個嘅將臨期一個好重要嘅 message 就係 Do not fear。你記唔記得天使加百列同無論係伊麗莎白或者佢先生撒加利亞，以至到瑪利亞，以至到牧羊人，佢哋都係同樣講個 message， 不要怕。一啲就話我要帶嚟大喜嘅訊息，有啲就話你要懷孕生子，係咪啊？無論點都好 ，Do not fear。今日我想大家停一停，你懼怕誰？喺你自己嘅信仰，喺你自己嘅生命當中，你驚乜嘢？嗱，我俾30秒大家諗一諗，究竟今日有冇一個現代嘅法老係令到你好驚？
抑或你驚唔驚呢個隱藏嘅上主咧嚇？我記得我亦都喺度分享過以斯帖記啊。以斯帖記就係成卷聖經都冇耶和華嘅，係咪？上帝隱藏，上帝冇出場嘅，上帝缺場嘅。我哋今日都可能問上帝係咪缺場？喺缺場嘅環境底下，我哋有冇個現代嘅煩惱或者現代嘅希律，令到我哋生命覺得我哋有懼怕咧？我哋唔敢行前，我哋唔敢踏上，我哋唔敢有勇氣去有個行動咧。嗱，大家諗下，有邊一個你好驚嘅？有邊樣嘢你好驚？有冇啲嘢你驚佢多過驚你上帝咧？你自己諗下。係你份工，係你嘅健康，係啲咩嘢，以致到我哋將上帝嘅位置擺低咗咧？我哋願意將上帝嘅位置擺翻喺一個正確嘅位置。我哋嘅畏懼，我哋嘅恐懼，若果我哋因為嗰啲嘢嘅時候，要將上帝擺咗佢下邊，籠罩咗喺上帝嘅時候，我哋冇睇到其實上帝先係我哋真正嘅出口。最後，我哋見到保存生命嘅器皿喺你身邊。頭先你見到嗰幾個姊妹，亦都有見過幾個應該係未信主嘅，係咪啊？我相信法老個女應該未信嘅。唔好睇小嗰個女僕。點解我覺得個女僕好重要咧？遞來遞去個箱都好緊要嘅，因為佢應該知好多嘢噶嘛，係咪？所以佢都係保存可能守秘密，跟住保存生命，讓摩西成長。我記得咧，又係去翻以斯帖記，當以斯帖同末底改要準備去反擊啊，因為咧係要被猶太人被滅絕嘅時候，一個喺宮廷內，一個喺宮廷外，要靠一個人去傳信息嘅啊。佢哋見唔到面啊嗰陣時候嚇，咁靠一個咩人咧？靠一個太監，嗰個太監叫做哈他革。我相信佢應該未信主係咪？我相信呢個可能係一個宮廷嘅一個嘅即係佢嘅隨從，就將個信息完整嘅帶俾末底改，末底改又帶翻俾呢一個以斯帖。我哋好熟悉嗰句經文，就係話今日呢個豈唔係現今的機會？呢句説話都係應該佢帶翻去俾以斯帖嘅。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唔好睇小，可能我哋有一啲嘅行動就好似我哋今次，當我哋去合作去做一啲嘅嘢，我哋去帶出憐憫、關愛、關心，我哋好多個嘢嘅時候，可能我哋都係一齊做。唔係單單淨係基督徒做嘅，而嗰啲人可能因為我哋呢個嘅愛嘅緣故，可能佢被我哋嘅福音、被我哋嘅愛去感染咧，係咪？所以我哋唔知㗎，我哋中間呢個保存生命嘅器皿，上帝要點樣用配搭，以致萬事都互相效力咧？呢個係一個我哋唔知嘅，但係唔好睇小身邊嘅人，每一個都可能係一個器皿。我哋見到摩西個家姐米利暗好聰明，係咪？好叻咁去同佢搭訕，以至到咧佢阿媽就奶媽就是阿媽，係咪啊？跟住佢就做中間人，好叻嚇。我哋都諗下，我哋點樣去靈巧像蛇，去將呢啲嘅關係 connect 到，以至到將生命保存，將生命更加豐富。我要結束啦。今日咧係將臨期第一個禮拜。如果大家睇將臨期嘅時候咧，跟住有4個禮拜啦。呢個禮拜係第一個 Sunday event，係講到盼望。我哋知道呢支叫做 Prophecy Candle， 一支咧係預言嘅蠟燭，係講到即係預言耶穌基督要臨到嚇，亦都係一支蠟燭帶嚟盼望。OK， 之後仲有第2、第3、第4個禮拜。我盼望喺即係呢一個時候，我哋喺睇出埃及記嘅時候，其實正正我哋想到主耶穌基督，佢都係進出埃及，佢都係有呢一個使命，就係從水裏邊拯救生命出來。求主幫助我哋，當我哋一方面係去好開心嘅去
將一班嘅姊妹、一班巾幗英雄咧，係去褒獎，話佢哋咧係點樣能夠保存生命。我哋佢嘅侍奉嘅態度，佢哋畏懼神唔畏懼人等等嘅素質，讓我哋去做一次反思。但另一方面就想到耶穌基督係我哋真正嘅拯救者，佢先至係嗰位 deliverer， 係咪？佢今日嚟到嘅時候，我哋有盼望。我盼望我哋今日喺一個最困難嘅時候，其實當時候出埃及就係一個困難嘅時候，係被壓迫、被苦待、生命被宰殺嘅時候，我哋見到摩西嘅出現，見到呢6位嘅女中豪傑嘅出現。今日我哋喺呢個環境，頭先我哋嘅禱文，又或者係長崇嚟緊，我哋嘅方向有冇啲嘅使命，你可以勇敢走出去，為着敬畏神嘅緣故，為着福音嘅緣故咧，主耶穌基督要臨到，佢嘅生命之道喺我哋中間，佢要賜下盼望俾我哋，讓我哋靜候佢時間，我哋去建立更多嘅生命。我哋低落祈禱。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當我哋今日禱告嘅時候，其實心裏邊係夾雜咗好多嘅意念。一方面我哋還記掛着喺大埔嘅現場，仲有冇生命可以能夠去拯救？我哋想到係家庭嘅破碎，我哋心裏邊感到難過。當我哋睇到呢個場景嘅時候，我哋想到原來我哋完全有啲嘢係唔能夠預料得到，生命嘅脆弱。就算係一啲嘅我哋一個咁先進嘅城市，然而我哋都有我哋嘅脆弱嘅地方。主啊，求你嘅恩典覆庇幫助，亦都感動我哋如何去回應呢一個嘅悲劇。我哋靠你嘅恩典，如何能夠去參與？唔係守望咁簡單，而能夠去支援更多。同樣今日亦都係一個將臨期。當我哋想到主耶穌基督你嘅誕降，其實你都係受到好多嘅逼迫，有希律係步步進逼，以致你進埃及出埃及。我哋想到摩西嘅出世，亦都係有好多嘅衝擊。我哋想到我哋嘅人生都係好多嘅逆境，好多嘅變化。然而我哋身邊有守望者，有願意勇敢走出去，因為敬畏你嘅緣故嘅一班嘅姊妹。仲有今日俾長崇，我哋有啲咩挑戰？俾我哋嘅教會如何住處？我哋喺前面嘅道路上邊，在你福音嘅工作，在建立生命喺呢個地方作鹽作光，求你幫助我哋，讓我哋唔好消失聖靈嘅感動，讓我哋知道呢個地方就係你自己手所做嘅地方，呢個地方就係去接納生命嘅地方。求你保守。祝福我哋每一位，讓我哋能夠繼續嘅靠着你嘅信仰過活，能夠行着你自己恩光當中。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名求。